一年有200人，你都会像安尼伫好教室做，3菜1汤，亲澎湃呀。不过有一道同学都唔好食。班上对营养午餐的评价就是，有的同学都觉得普通还好，没什么感觉；而有些同学就会觉得说，有些菜就很难吃，因为他们会把菜从脆的变到软的，然后吃起来的时候口感就会不对，而且有时候会油很多。像有一次我们吃猪脚，它那个皮就很厚，然后很油。从食煮食到亲澎湃的台北市，一年食存的菜就有2040吨，收走钱也就会新台币400亿元。因为有很多人就是不吃营养午餐，所以他们就会自己带零食来学校。他们剩菜都剩很多，假如给我们半桶，他们会剩半桶的2/3，因为有些人就是他倒进去搅一搅，然后倒掉。彼得同台湾的营养午餐寻到新的可能，世卫事件部去到日本来一阵营养午餐的调查之旅。连电视里外，请听得见，向下来一看啊，日本的食物，样的食，样的改，样的好，又是样的滋味。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向义奎，欢迎收看礼拜的社会实验部。好，两届铁牌设计真冇简单呢，出不让去飞到日本去，哇！小弟第一次出国采访，就有2位特派记者为我们完成。为什么要去日本？我看一条营养午餐。这张图是不是派大星跟小亮帮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去日本是因为有基本上的差异？就是日本比台湾还要早有营养午餐，它在1889年的时候就有所谓的营养午餐，他们称作给食。1889，我们简单做一下数学，已经127年了。好，那他们在中间呢，当然是有正式推动嘛，然后还立了一些就是给食法，他们营养午餐称为给食，对。但台湾其实比较晚，是在1957年的时候才有第一次试办，就是台湾的5所小学试办营养午餐，然后到了2002年的时候才有一样立法，只是台湾的法条只有1条，而且它就是有关营养午餐是第23条法刚好的条文。左边有台湾的条文是在派大星的手上，有没有？我们讲的学校卫生法第23条有1、2、3条，对不对？3款，之1、之2、之3。然后小亮手上我们看一下。日本的学校给食法，你给大家看一下，有可能吗？1種、2種、3種，總共14條的條文，念3種，了解日本到台湾对法方面的差距。来，我来看一下。第2張圖，这是明治22年最早的营养午餐，也就是刚才派大星讲的1889年，127年前，日本人的学生啊，记得都好搞写学安慰的东西。给食2个字，我比较好奇，为什么不是营养午餐，是学校给食？但是日本像有些它的夜校啊之类的，也会提供给你晚餐，所以它不限于午餐，因而叫做学校给食。哦，原来係咁樣，所以3號咧實實睇你2屆鐵牌記者，我去到日本看一下幾條嘅。學校給食好什麼？在外去到日本的头一件事情，就会要先去前面的翻译姐姐，佢係記得曉得日本又了解日本營養午餐的人哦。Hello， 嗨，我是派大星，是派大星，小亮，小亮。哦，你们好。上一集怎么会接触营养午餐这件事情？怎么会接触营养午餐哦？应该是就是我有做过营养午餐方面的报道这样子，对啊。阿家欣姐姐是喺網絡上發表過一系列有關日本營養午餐的報道。18月東珠川之旅就喺啲家探索下正式展開了。感覺一直對營養午餐印象很糟啊，就會很希望它可以翻盤。因為我從小到大吃的營養午餐都不會太差，所以我不會有
像小亮一样对营养午餐抱有太大的落差。可是我在想，其实日本应该也是有所谓的优秀跟普通，甚至还有最差的。我不知道我明天会见到什么状况。没关系，就期待吧。日本的小学开满食住，我等到同住12点半钟开始，社会冇系统架构，穷下做饭做菜，夹到肯定就会食到人生头一份的日本营养午餐了。好少见哦，真的太少见了。どうぞどうぞ。住地夹到食住的同时，研究看到看呐，今明日有哪道菜好食？我觉得台湾营养午餐感觉是走吃饱就好的路线，它虽然不会很难吃，但是你会觉得很腻啊，吃不太下去。日本营养午餐不会，它是好吃的，而且它不会腻腻的，而且不会觉得冷掉之后就很恶心，因为基本上它很多菜本来就是冷的，本来就是冷的。我最喜欢的是那个肉，因为我觉得它很好吃，咸咸的、香香的。就是对于营养午餐会让人还想再吃这一件事情，我还蛮惊讶的。Do you like your school's lunch? Yes. 请问，如果遇到同学挑食的状况，老师会怎么处理？はい、アレルギーとかだったらもうその子は食べなくていいようにしますけど、ちょっとの好き嫌いとかであれば減らしてもいいので、ちょっとだけは食べるようにしようって言ってみんなで協力して、全部完食するようには心がけてます。强势国已经好高的营养午餐应该唔准。故昨天日社会大早就空场的，错为2点钟的差价，而去天已经的小学食住。一件好高就去家己做下，到位20做的时间，那也就红喷喷的，行啲行落好，肚皮也到。家到对比赛的要求行较高。包含食饭的人，大家都做得合适的衫。今日件小學要用哪道菜好食呢？はじめまして、りょうです。よろしく。はじめまして、子欣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所以我们现在介绍我们学校的营养午餐，在台湾也是这样，就是我们都没有像你们一样有这个盘子，我们都是自己带便当盒。我们台湾的学校，我有拍一个影片，是这个营养午餐的从送出去到各班打菜的时候的流程的影片。这个是台湾营养午餐装盒子里的时候看起来的样子。那我想请问大家对台湾营养午餐看法是什么？日本ではそれぞれ混ざってないけど、台湾の方ではそれぞれが混ざって配膳される。混ぜてない方が。你觉得你会想要吃台湾营养午餐吗？食べ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本当は想试试看。为什么？なんか肉とか野菜とかいっぱいあって、なんか味付けも濃そうで結構好みかなと思ったから。
台湾的午餐比日本感觉多加了一些油，都是炒的东西，感觉比较多。日本的午餐就感觉比较清淡的感觉。啊，所以你喜欢油还是清淡的？清淡。韩国社会有冇呢全班的小朋友，好食营養午餐的人有幾多位？給食は家となんか違う味があって楽しめるから。おかわりもたくさんできるし、味付けもいいし栄養もいいから美味しいなと思います。就是都一样是营养午餐，然后其实也就3菜1个饭。可是为什么日本的小孩可以办到对于营养午餐完全没有排斥？我觉得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应该说，刚刚我最后有去看他们班剩下来的厨余。我真的吓到，他们的厨余真的是整个桶子里面好像大概只有1/4的量，就那么小小的那么一点点，所以就很压抑。因为在台湾是我们剩下来的东西是一整个箱子，可能都装不下的厨余，可是他们却是吃到只剩下那1/4桶子的量，超强的。Really？ 哇，いただきます嘞，很棒的国民外交哎！来看到你们去采访的画面。我们从这2张照片，首先我先讲一件事情，观众朋友也会觉得照片感觉不出来东西好不好吃，但单纯就台湾的营养午餐跟日本的营养午餐这2张照片，能不能在感受上讲一下，如果这是你中午要吃的东西，对你而言有什么差别？台湾的营养午餐就看起来挤在一起，有没有？对对对。味道上可能会有你混我混你的疑虑。来，那日本的呢？日本，我觉得日本跟台湾最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有餐盘，一个没有餐盘，而且它的汤跟饭还有特别一个碗，有没有？这样你要多洗多少东西，浪费多少水，你有没有想过？有，可是我觉得其实日本这样塑造了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吃饭是一件非常隆重、非常重要的事情。重视是只有在学校的午餐。然后我必须讲一件事情哈，跟刚才我问小亮有点像，会吃不饱吗？其实他当初原本给的量是这样，那如果你还想再吃，你还可以再去舀或者再去夹。只是就是他给的分量是每个人都固定的，就是刚刚好，不多也不少。我看来啦，我是不知道小亮会不会觉得太少。我是不会饿啊，而且我有一种感觉，台湾他希望给你每一个小孩都很多的分量，但其实你是剩的厨余相对也很多。那么如果你们都觉得这个看起来好像吃起来哇，菜也感觉味道变香了，然后东西也变好吃了，台湾也比较这个样子，量变成比较少，有餐盘，要洗比较多的餐具，同学们的感受会是怎么样？家长们的感受，以你们对父母的了解又会怎么样？其实我觉得用餐盘装饭放菜这件事情，我相信我爸妈也会很认同。我觉得我爸妈会看就觉得哇，你们学校好像对小孩很好，吃的好像5星级餐厅自助式那种感觉。可是如果是说到量的话，我觉得爸妈会觉得这样的量太少，因为台湾会有3道菜1个汤，可是这感觉只有2道菜1个汤。开心，小孩会很开心。这样的午餐反而就是给人一种干净简洁的感觉，而且就是外表来看的话，其实你这样会觉得小孩的眼光来看，会觉得他其实没有什么蔬菜，因为他都把蔬菜隐藏在像这个是猪肉盖饭、猪肉冻，然后还有这种东西里面，所以表面一定要看到青菜。表面上会觉得这个的菜比较少，所以事实上吃到的东西不见得在日本营养会比在台湾的低。其实台湾跟日本营养午餐的营养标准是差不多的，所以其实营养这件事情并不是需要去担忧的事情，因为它差不多。OK， 其實兩位嘅差異最關鍵是學校提供嘅住，到底幾啲係營養班做嘅，你先了解下廣告之後，啱唔啱？轉台。刚刚讲到节目的现场，刚才我们聊到日本的这些餐都是来自给食中心，我们看一下究竟你们去的是哪里的给食中心，然后他们有什么特色？我们去的是东京的青梅市的给食中心。这张图的这些橘色的小房子就是12所学校，其中有8所是小学，另外4所是中学。然后这个给食中心呢，就是要负责供给所有餐点给这12所学校，总共呢有6639份营养午餐。那参观之后有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参观那个时候超震撼的。
就是它那个锅子好像就放大好几倍，就是平常妈妈煮菜的锅子有没有？大概人就可以进去的那种。一个锅子这么大，然后那个真的像浴缸的感觉。汤匙就是汤匙的面积是小亮的脸再大一点点，就是我们平常在挖土那个圆锹。对。你们在台湾看过你们营养午餐的厨房吗？没有，我没有看过。你们学校不就有营养午餐的厨房？可是你每次你想进去，阿姨就会叫你赶快走开，就说里面湿湿的危险，不要进来。好，到底是哪个画面把两个小孩留下安全下面照？看下下礼拜的日本太天虫。集市中心调理厂就会做营养午餐的组合，同台湾无共用的是，也个组合是地方政府经营的。另外，来到我一间已经有32年研究的。现在是日本早上的7点20分，我们等下就要进去参观他们营养午餐烹调过程哦。Say s camp, let's go！ 为什么我走不同方向？一时节如何是做出的人爱上班呢？接到1落位就要写下身体的情形，韩国拿出饲养的样本，可见无破片，怎做得去做事？他说跟外科手术的时候洗法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吃午餐的标准就是用外科手术的卫生标准哦。他们更衣就是准备要进厨房之前准备的地方，里面可以洗手，然后换防滑的鞋子跟围裙，很干净哦，它是白色的。ここに汚れがついても黒だったらわからないけど白だとちょっとでも汚れがあると汚いっていうわかるでしょ。綺麗なものを出すためにはお洋服も綺麗なものを着るというのが考え方をしてます。だから毎日洗います。集市中心分做4个部分，頭一個係葉菜期，一到尾我先拿我用嘅食材齊搶啊。再來係煮食期，無論係我炒嘅、我蒸嘅，也係我泡嘅，都會啲人嚟做。再過來係送傳期，為了做好嘅東西本不好食，再個送到無通用嘅好搞。前面係當地片嘅細盤嚟嘅蔬菜，好搞看到我一道盤呢，都係集市中心提供嘅，前面不到技術都真係使用。太神奇了！我刚刚看到吓到，这是洋葱山哎，它是一整个放在里面。然后我刚刚看到这个很讶异，我说怎么会有那么多蔬菜？可是后来想一想，营养午餐有好几千个人要吃，这样好像算是很正常的分量。这个，これ靴の底の汚れを。消毒哦。我可以进去吗？啊，不行，不能进去。消毒鞋子的，他说有沾到泥土的东西，像是洋葱、红萝卜还有牛蒡的话，都是先在这个地方洗，把那个泥土洗掉之后，再进去里面那一间，就是个门里面那一间，然后会再洗一次。所以这除了脱皮也有洗，对，还会再洗一次。然后如果是高丽菜啊、小黄瓜那种没有沾到泥土的东西，就直接在里面洗。然后洗完之后呢，它里面还有一个门，然后再进去里面，然后就是会变成切菜这样子。什么东西？哇塞，怎么那么大？天哪，这好秘密工厂！集市中心总共有38個做廚嘅人，統計13年要做出174款嘅營養午餐。而你咁樣團隊，現在冇做完整嘅身體檢查，故做唔得落去做下協。不過交通過後，有啲做出嘅阿叔現代的運動攝影機，按你現場看得到，見到做事嘅過程。然後謝謝寶寶，你為什麼變成這樣？因為我們剛剛不是裝攝影機在那個廚工的頭上嗎？然後就會轉播到這個手機上面。所以我才過來看他們做菜，在窗戶外面看，現在看到那個開着攝影機的廚工在做菜，然後剛好顯示畫面上看到他在幹嘛。還要切了。所以我剛看到現在的心得是，他們好像沒有一個人是固定從頭到尾永遠就顧着這一鍋菜，他們是炒跟
炒2下，然后推2下，然后再回来炒啊炒，然后到处晃来晃来，然后找自己需要自己做的工作。看过去好好玩哦，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看到的画面，可是我又可以看到我看得到的画面。 你有看到冇？中华地都会大放色彩，都会用亚种茶嘅嚟做。咁目的就会按所有嘅食物全长离开地面有50公分，安尼才会本体内红嘅细菌不染到。就是说，就是对学生来说，了解营养午餐的意义是什么？ここは学校と離れてるので、給食センターというところで。 いろんな学校の給食を作ってます。だから子どもたちがどうやって給食を作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が分かってないので、そうするとやっぱり作ってくれる人の顔が見えないから食べ物を大事にしなくなってしまう可能性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子どもたちに理解してほしいので、小学校3年生にはあそこのさっきの2階のところから中を見てもらったり、ここからこう見てもらって。 給食はこう作ってるんだよっていうのを分かってもらいます。そうすると子どもたちもあこんなに大勢の人が働いてるんだということで食べることに対しての感謝の気持ちを持つようになります。2年生の子から女の子からのお手紙です。で給食で食べた梅チリご飯はしらす干しが入ってたり梅が入ってたりでとても美味しいです。私は梅が大好きです。あと 学校からも美味しいってお手紙もらうことがあるんですよ。この給食美味しかったよとか、そうすると栄養士だけじゃなく調理員さんも作った人もみんなであよかったねって言って喜びを分かち合ってます。那你们就是工作人员的费用要从哪里来呢？栄養士や調理員さんの働いてるお給料は青梅市の税金からもらっております。でそれだけじゃなくてここを動かすための光熱費、水道料金そういうのも全部 市の税金から賄ってます。餐费的多寡是影响营养午餐营养化好吃的关键吗？高くした方がいいの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けども、だからといって、保護者からの給食費をいただいてますから、それだけ急に高く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と思ってます。ですから決められた範囲の中でやはりできるだけ安全で美味しい給食を作るというのも栄養士の仕事の一つと考えてます。 刚才的影片除了你们提到那些让我们觉得很震撼、很超大的锅子啊，或者那些铲子之类，有没有什么细节我们影片中看不到，你们在现场有注意到的？像是他们刷手的时候，其实影片中也有啦，就是有一个小小刷子，那是给你拿来刷指甲的缝缝。他不是这样刷，他是这样。对对。刷指甲缝。感觉上应该是要这样，对不对？其实他是拿来刷指甲缝，很可爱吧？那派大星有看到什么？ 我有看到，就是他们每个工作人员啊，他们都会穿不同颜色的围裙，就是要用这个围裙的颜色来分辨他们是做什么工作。可能有些人是炒菜，有些人是洗碗等等之类的。然后你们问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费用会影响这个营养午餐是否营养、是否健康。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整理这张图，是不是小亮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台湾跟日本营养午餐费用的差别？ 台湾台北的部分有营养午餐的费用收取的是55元，然后扣掉的人事费、器材费、水电费什么的，大约是要35元，是真正用在食材上面。日本的话则是收取午餐的费用200日币，然后换算一下物价水准的话，其实35台币、200日币可以买到的食材是差不多的。那为什么营养午餐看起来会不太一样呢？我觉得是因为啊，台湾的营养午餐就35元，他们 采购的人拿着它，他是想着我要用这35元买到我所能买到最多的食材，这样才划算。以量为终极目标。对。可是日本的采购人，他拿着200日币的时候，他是想着，也许我小朋友可能吃不得完那么多，那我就先不要那么多的量，但是我要买好一点的食材给他们。OK， 除了我们讲到这一点之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卖个关子，就是记得话，民众说但讲的好生活是天天哦。 还有马莎宝蟹，看好了，朋友礼拜日本太天草。而在之前的30分钟，按到同學都行啲嘅上課家下，有生意就會自家啲家辦公室嚟同全教師生實施當日頭一份嘅營養午餐，繼續會學校嘅附近嘅教職。
はじめまして、りょうです。よろしく。はじめまして、校長の坪井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等一下校長解釋的時候可以一起吃嗎？そうできたら楽し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子どもたちが食べる前に私が確かめるってことが必要なので、私が食べた後ぜひ食べるのは、本校の子どもたちと一緒に食べてください。今日の献立は、ご飯と魚の塩焼きと、サラダ、それからお味噌汁、牛乳です。今日のメニューの内容については、給食メモということで、子どもたちの給食委員が、教室でこれを読んで紹介します。はい、それじゃあいただきます。減食这个流程的意义是什么？減食っていうのは、給食が安心安全で、美味しい給食になっているか、それを子どもたちが食べる前に、責任者である校長が、30分前にですね食べて、そういう給食にな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をチェックするっていうものです。我真的蛮讶异，就是校长减食这回事情。一个校长他能够去了解学生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其实不论这个菜里面有没有出现一些不该出现什么头发虫什么，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我们能不能够接受它的味道跟它的煮法。其实如果校长愿意坚持，我觉得他可以帮我们去设想好这些事情。国中我的老师他从来都没有吃过学校的午餐，他每天都是自己带便当。然后有一次我们菜晒了很多，他就骂我们说：“你们菜怎么没吃完？”基本上他自己都知道很难吃，可他却是这样的态度，就是觉得老师根本就没有去深入的了解我们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要求把菜吃完，把饭吃完。可是他没有想过我们不吃完的原因是什么。我先分享一件事情好不好？看到校长会在营养午餐大家吃之前，校长先吃，我想到是以前我们的那个皇帝有没有？皇帝要吃的东西之前，是不是有人会大嘴先试毒？对，以身试毒的感觉。先不要讲这件事情，从你们看有厨工阿姨、营养师，然后学校的老师、校长，我好奇你们怎么看待日本这些大人们，看待营养午餐，你有什么感受？其实我觉得日本的大人给我一种印象，就是他们会去体谅孩子的心里在想什么，就是他并没有因为孩子还小不懂事，觉得他们不成熟，而觉得他们的感受是不重要的。他们实际上把小孩看的也很重要，就是他们认为，其实小孩不喜欢吃的东西，可能大人也不喜欢啊。就是其实大人小孩都会挑食的，他们不能不公平的认为小孩子就什么都要接受，他必须要听大人的话，可能青菜就一定要把它吃光光等等。其实他可以去体谅小孩心里的感受，而且会替我们着想。对。那小亮呢？你有没有什么感受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日本的人做事真的就是给人一种很用心的感觉，但是这一次看到我就有点吓到，因为以往的印象让我觉得他们就是对于工作会特别的用心去做，但我没有想到对于给小孩子吃的营养午餐，他们也会下这么重的功夫。OK， 第一集这么精彩内容，谢谢两位特派员在日本为我们带回来的第一手观察。但像安样3号咧，连3个礼拜，你还来去看。日本佢哋嘅食材樣板來嘅，係日本樣板推行食物教育，所以大家禮拜六下午的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社會是健普，拜拜。